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Excel 多層式下拉式選單，選擇資料範圍係上方工具列嘅公式，選從選取範圍建立，剔頂端列，按確定。選取想放置第一層下拉選單嘅範圍係資料，選資料驗證，將儲存格內允許更改為清單係來源一欄，選第一層類別嘅範圍，按確定。選取想放置第二層下拉選單嘅範圍係資料嘅資料驗證，將儲存格內允許更改為清單，來源欄位輸入公式等於 indirect 同要參考第一層儲存格位置，按確定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.